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叶佳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小凤。来，看看我给你做的生日蛋糕，真好看。小凤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喜欢、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年都做给你。谢谢你，小凤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呀？我去看看啊。叶哥哥，佳妮，进来吧。小凤，佳妮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啊！哦，小凤姐姐好。你好，叶哥哥，你过来，你看我给你带了礼物呢。带的什么礼物啊？叶哥哥，每年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，今年我也不想错过。叶哥哥，你看我给你带的礼物。叶哥哥，快看啊！叶哥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照片。那时候我还是小不点呢，你总是拉着我的手，怕我跌倒。这里还有你没有穿裤子的照片呢。佳妮啊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叶哥哥，要不我陪你跟小凤姐姐喝一杯吧？我知道酒杯在哪儿，我去拿。佳妮，来，小凤姐姐，我敬你。喂，啊，来，佳妮。对，我是冯冯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小凤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李欢出车祸了，我去一趟医院。小凤，小凤，来，我陪你喝酒。干杯！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芳芳，我没事，没事，你伤哪儿了？只是腰部擦伤了。你开车一直都挺谨慎的，怎么会出意外呢？
我没事，倒是你，这么晚了跑这里来干嘛？鳄鱼一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我是千年僵尸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呸呸呸！不许乱说话。峰峰，每次我有难，你都第一时间赶到。每一次我出事，都是你来帮我。你不是一直说你不爱我吗？你干嘛不承认？谁稀罕你啊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承认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贫嘴？哪儿疼啊？你让我看看。腰疼。骗我！肖兆业，肖兆业他们几个想来医院看你。别让他们来了，深更半夜的。再说了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李欢说他没事儿，你们放心吧，他明天就回去了。跟他们说把门锁好，看见陌生人不要让他们进来。记得把门锁好啊。还有，最近尽量不要出门。李欢让你们没事少出门。如果非要出门的话，让他们结伴而行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磨磨叨叨，磨磨叨叨的，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。叶先生，蝎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李欢干的。什么？你和李欢交手了？是，李欢那家伙太厉害了，我都不是他对手。我不是让你跟踪和监视他吗？你出什么手啊？叶先生，你不用解释。这么做打草惊蛇，会引起李欢的警觉，那我们的计划还怎么进行啊？你气死我了你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呢，过去了也就算了。叶哥哥跟冯峰也不是第一天吵架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哎，佳妮，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孩，是叶妈妈不好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叶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都是我没用，我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让你如愿。前几天我还听冯峰说，叶家准备跟他去领结婚证呢。什么？叶哥哥要跟冯峰结婚了？是啊，这场游戏里，咱们彻底的输给了冯峰，他抢了我儿子，抢了你的叶哥哥。叶妈妈，叶哥哥不能跟冯峰结婚，叶哥哥怎么能娶那样子的女人呢？叶妈妈，你帮我想办法。佳妮，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呀，我甚至还想让你给叶家下药了，可是，到头来我们还是败在冯峰手上了。叶哥哥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